第52集黑風三巨頭。何晨曦嘅五菱宏光停咗喺一大片平原中間，喺佢哋方圓10幾米之外，一大群嘅黑豹、毒蛇、烏鴉將佢哋圍到水泄不通。喺地上邊有豹蛇，天空之中有烏鴉，可以講而家何晨曦佢哋就好似一群待宰嘅羔羊，敵人隨時都可以將佢哋淹沒喺呢個荒無人煙嘅平原上邊嘅。就喺佢哋疑惑，既然將自己圍堵喺呢度，但係點解對方遲遲都冇進攻嗰陣，密密麻麻嘅烏鴉、毒蛇同埋黑豹忽然間恭恭敬敬咁樣讓開咗一條路，路嘅中間慢慢行出咗兩男一女。何晨曦疑惑咁樣望實對面嘅兩男一女，只見為首嘅一名男子皮膚黝黑，兇神惡煞，一身橫肉，好似隨時會爆發出驚人嘅力量咁樣。而喺佢身邊一左一右企住一男一女，左邊嗰個男人身形修長，但係陰森古怪，披住一件遮住半邊面嘅黑色斗篷，裸露出嚟嘅小小皮膚白到好似冇晒血色咁樣。而企喺右手邊嘅嗰個女人就同前邊兩位嘅畫風截然相反嘅，佢玲瓏曼妙嘅身材，五彩斑斕嘅絲綢長裙，仲有一雙嬌美嘅丹鳳眼，時不時閃爍住惡毒嘅光芒。為首嘅男人用粗獷嘅聲音對住何晨曦呱呱咁嘈：跑啊嘛！你個靚仔唔係好跑得嘅咩？大佬啊，我諗呢度一定有少少誤會啦。誤會？小兄弟你真係搞笑啊！你嘅相好偷咗我哋嘅壓寨之寶流光星雲幻，你居然講誤會？嗰個嬌美嘅女人用充滿魅惑嘅聲音喺度講，淨係聽個女人講嘢，何晨曦就覺得嗰把聲好似無數條毒蛇慢慢用色彩斑斕嘅身體鑽入自己嘅耳仔咁樣。何晨曦嚇咗一驚，佢知道對方講嘢嗰陣用緊魅惑之術，於是佢唔敢怠慢，嗱嗱聲就運轉無風流，意如明月，固守本清。嘿，老妖女，邊個得閒冇事做去呢啲乜鬼嘢爛鬼地方偷啲乜鬼嘢流光星雲幻啊？本小姐未聽過啊！廢話少講，快啲交出流光星雲幻嚟，仲可以同你哋留個全屍。如果唔係嘅話，我哋呢班康家嘅細路一齊衝上去，到時候你哋渣都冇得剩啊！喺對方嘅3個人當中，好明顯左邊嗰個高佬皮膚最白嗰個男人係最冇耐性嘅。何晨曦個心窒咗一下，哎呀，咁多豹啊、毒蛇啊、烏鴉咁一齊衝過嚟，就算係幾頭大象啊，都會俾佢哋瞬間嗒到乾乾淨淨噶，真係連渣都冇噶噃。阿呸！你哋咁，你哋知唔知我阿爹係邊個啊？顧小蠻似乎對對方嘅威脅完全理都唔理咁噃，甚至仲調翻轉喺度挑釁對方。嗱，你話如果何晨曦佢唔喺現場嘅話呢，佢一定會對顧小蠻嘅勇敢點讚嘅。後生細女不畏強敵，勇於抗爭，好嘢。但係問題係，而家何晨曦本人就喺現場，仲好唔好彩咁樣成為咗當事人之一，仲有同顧小蠻係同伙嘅嫌疑啊！呢個時候仲聽到顧小蠻嘅挑釁，唉，佢個心入邊忍唔住，係咁就鬧佢啦。哎呀，你嘅精生瓜，你以為呢度係你屋企咩？你以為你老豆真係李剛啊？唔過大小姐，你睇清楚形勢好唔好？對方人多勢眾啊，你就唔可以暫時俾一下鋒芒，將你偷人哋嘅嘢攞翻出嚟，好好地同人認個錯咁咪得咯。各位大佬。大姐，我坦白，我承認，我只不過係路過一個滴滴司機嚟嘅咋，我同佢咧係並冇任何關係噶，只不過咧我見佢一個人好似好鬼可憐咁，咁就順路兜咗佢一下咁噶咋。嗱，大家千祈唔好誤會啊，啲嘢咧係唔係佢攞，我就完全唔知道。既然各位大佬大姐要揾佢咯，咁就應該唔關細佬咩事噶啦。細佬你又突然間諗起屋企仲有衫未收啊，個天啊就嚟落雨，咁我咧就要即刻趕翻屋企收衫。就此告辭啦。何晨曦扮到一副好似好無知嘅樣，鬼鬼祟祟咁樣就想行翻上車噃。
大膽！對面為首嗰個男人一聲大喝，群炮又隨住佢嘅喝聲叫咗起身啦。無奈之下，何晨曦唯有好尷尬咁樣擰轉身行翻轉頭啦。彩衣靚女掩嘴一笑，帶住魅惑嘅聲音，好似有魔法咁樣鑽入咗何晨曦嘅耳仔入邊啊！我睇呢個小哥哥啊，生得咁靚仔，應該同呢個女茶都唔係一齊嘅。來者試下，不如大哥就將呢個小哥哥分俾我，等我盡下地主之誼，咁都不枉我黑風寨熱情好客嘅美名啊！切，熱情好客，成個古戰場都知道惡人嶺嘅黑風寨入邊住住3隻食人嘅畜生。但凡係去過黑風寨，有幾個出翻嚟噶？仲有嗰個美女蛇啊，將啲鹹濕佬呃咗入去，行過啲乜鬼嘢採陽補陰之術，禍害最重啊！小魔女雖然喺強敵嘅重重包圍之下，但係仍然口沒遮攔啊！何晨曦真係俾佢激死啊！口口聲聲話招呼我啊，原來竟然想榨乾我噶！為首嘅粗獷男子已經冇晒耐性啦，只見佢以手化爪，直接就衝向咗小魔女。粗獷男人嘅大手好似直接擊中喺某種金屬物品上邊，發出咗清脆嘅響聲。佢疑惑咁樣叫咗一聲：呢個奀撩鬼命嘅女仔，冇可能接得到我呢一擊嘅，點可以發出咁強力嘅一擋噶？醒神之後，粗獷男子見到顧小蠻同埋何晨曦身邊，唔知道幾時竟然張開咗一張透明嘅保護罩，而顧小蠻呢就喺保護罩當中叉住腰，一副大小姐嘅樣望實佢。何晨曦根本都諗唔到，對方喺如此強勢嘅情況底下，都係話出手就出手，自己根本都冇時間反應。原來係咁。嗰個老嘢為咗偷我嘅流光星魂環，將呢件嘢交咗俾你。個粗獷男人一聲冷笑，只見喺佢右手邊嘅陰濕男人行埋嚟就對住佢講：大哥，唔怪之得呢個妹釘有恃無恐咁啦，原嚟係有魔族老嘢嘅青輝玉璧。第53集青輝玉璧。憑借住青輝玉璧，顧小蠻佢哋避過咗嗰個粗獷男人嘅攻擊。知道犀利啊咧！邊個唔知黑風三巨頭不但止心狠手辣，而且本領高強啊！冇啲攞得出手嘅嘢，你夠膽喺炮老大嘅面前叫板？跟住佢又擰轉身對何晨曦講：喂，嗰邊嗰個傻佬仲唔走？留喺呢度餵炮啊！何晨曦成個太監仔咁樣跟住顧小蠻，順便就問咗句：黑風三巨頭指嘅就係佢哋啊嘛？哎呀，有咗顧小蠻呢個法寶啊，佢同何晨曦所過之處三獸退避。只見顧小蠻仲鬼咁得戚咁望住何晨曦講：切，你唔知？話你係傻佬真係冇講錯噶，唔知呢度係邊度，你夠膽過嚟？我唔知噶，我啱啱做嘅啫嘛。何晨曦冇離好氣咁樣回答顧小蠻，但係佢心入邊就喺度諗啦：切，唔係你叫車啊，我會陪你嚟呢個鬼地方冒險。喺整一個古戰場，大致分為3種勢力。第一種係各界聯盟嘅白色勢力，即係我哋嘅死對頭，自以為咗公平正義，實質上內部就腐敗不堪，成個社會劍速搖搖欲墜。如果唔係有葉老頭子同佢哋壓陣，一早就俾我哋魔族打垮咗噶啦。第二種係魔界嘅紅色勢力，亦即係我哋嘅魔族勢力。喺我哋魔族統合下嘅地區，民風淳樸，政治清明，各位魔族子民喺偉大嘅哈迪斯嘅領導之下安居樂業，盡享太平繁華。而第三種勢力就係灰色勢力，唔受白色勢力同紅色勢力嘅管轄，長期霸佔古戰場，各自佔山為王，野性刁蠻，好鬥成風。一般就係由白色勢力或者紅色勢力驅逐嘅惡人、罪人組成，而呢一個惡人嶺就係佢哋嘅勢力管轄範圍啦。惡人嶺又以黑風寨嘅3大巨頭最為出名，佢哋嘅阿頭呢就叫做炮老大，
係修習炮形功法嘅高手。據講，當年修煉嘅天分極高，年紀輕輕就可以變幻瘦身。老二個名呢叫做烏鴉，人如其名，係鴉形功法嘅修煉高手，速度極快。而老三就係蛇美人，係蛇形功法嘅修煉高手，如屎猛蛇，百毒不侵。呢個小魔女都幾好耐性噃，佢慢慢喺度同何晨曦解釋啊。當然啦，喺抹黑人哋種族嘅同時，亦都順便認屎認屁咁樣吹捧一下自己嘅本族呢。何晨曦真係拗爆頭都諗唔到，原來古戰場嘅局勢居然咁鬼複雜嘅。何晨曦都仲未反應過嚟，又係一聲清脆嘅金屬響聲，炮老大居然趁佢哋唔注意，又發動咗一次猛攻。睇嚟哈迪斯老頭嘅清輝玉璧都唔係浪得虛名噶。只見炮老大嘅嘴角露出咗一副殘忍嘅微笑，好似揾到咗乜嘢好玩嘅嘢咁啊！睇嚟大哥要嚟真噶啦！你哋慳啲啦，當年葉老兒嘅強力一擊都冇擊碎到哈迪斯大人嘅清輝玉璧，你哋幾個山寨土匪都想同玉璧爭輝？顧小蠻輕蔑咁樣冷笑咗一聲。大小姐啊，請問你清輝玉璧又係咩神奇寶物呢？吓，乜嘢都唔識嘅何晨曦，好似一隻跟尾狗咁。呢個係我哋魔族哈迪斯大人採西山玉精置於東山之頂，每夜吸收月之精華，輔佐現黃泉涼水凝製而成嘅防禦之寶，以精純嘅煉力激發，可以釋放清輝光幕。除非好似葉老頭咁樣嘅強者，否則尋常嘅修煉者根本都冇辦法擊碎光幕。何晨曦疑惑，顧小蠻從頭先開始就係咁叫佢葉老頭嘅，似乎葉老頭就係佢衡量強者嘅標準嚟嘅。哦，咁大小姐啊，請問你話嗰個葉老頭係指？當然係葉凡，葉老頭啦。吓，葉凡？何晨曦嚇咗一驚，冇幾耐之前佢先至親眼睇住葉凡身形未動，瞬間擊敗一個不知名強者嘅形象，但係諗唔到呢個清輝玉璧嘅防禦能力竟然咁鬼強大嘅，於是個心入邊呢就稍微安定咗少少。難怪啦，之前送葉凡嗰陣係送去一個陣營前面嘅，雖然何晨曦冇仔細睇清楚陣營嘅標記，但係連綿嘅一片白障肯定係屬於白色勢力無疑啊！你呢個魔界嘅妹釘，既然係你先嚟招惹我哋黑風寨嘅，就咪怪我唔俾哈迪斯呢個老嘢面啦！兄弟們，同我衝！炮老大大手一揮，一直都虎視眈眈嘅黑色巨炮瞬間整合隊形，搏晒命朝住何晨曦兩個人衝過嚟。而烏鴉同埋蛇美人聽到炮老大嘅指令之後，亦都指揮住鴉群同埋蛇群朝住光幕衝過去。此起彼伏嘅金屬撞擊聲從光幕上面發出嚟，而光幕仍然慢慢咁樣散發住淡淡嘅光芒，就好似話俾人聽佢幾咁強悍無比。何晨曦見到咁樣，個心終於都安樂少少。睇嚟呢個小魔女冇講大話吓，呢個光幕的確非常可靠。呢個時候，何晨曦同顧小蠻唔理得咁多啦，雞咁腳朝住五菱宏光飛奔而去。只聽見一聲暴喝，一聲囂叫，一聲嘶鳴。何晨曦擰轉頭一睇，只見身後邊一隻體型龐大嘅黑豹，一隻身形巨大嘅烏鴉同埋一條巨蛇，同時喺度攻擊光幕。光幕一陣陣劇烈嘅搖晃，何晨曦同顧小蠻霎時間個心都跳埋出嚟啊！我高頭睇咗下光幕，發現光幕雖然喺度嗷嗷喐，但係並冇破碎嘅痕跡，於是佢哋先至鬆翻啖氣。何晨曦唔理咁多啦，嗱嗱聲打開車門。但係就喺呢個時候，又聽到一聲暴喝，差啲震到何晨曦暈低。何晨曦都仲未回魂啊！只見前一刻仲穩如泰山嘅光幕應聲而碎，無數星星點點飄散喺空氣當中，
跟住無數嘅豹群、鴉群同埋蛇群湧向咗佢哋。第54集鏖戰，豹老大豹爪一揮，竟然直不甩朝住顧小蠻打過去。何臣熙心入邊暗暗叫咗一聲：吓，弊啦！見到小魔女仍然擘大對眼，不可置信咁樣牛咗喺原地。情急之下，何臣熙大手一伸，迅速將顧小蠻拉咗埋嚟，而且仲將佢攬咗喺懷抱當中。跟住佢運轉無風流，瞬間爆發出一種蘊含住陰陽義氣嘅強力氣勁，將撲面而來嘅獸群同埋豹老大暫時擊退咗一步。咦？豹老大打咗一個暫停攻擊嘅手勢，疑惑咁樣望實何臣熙。本嚟啱先嗰一擊，顧小蠻一定會俾我撕到粉身碎骨，冇諗到喺呢個場上面嗰個睇起身最弱雞嘅僆仔，居然可以輕而易舉咁樣將顧小蠻救走，甚至仲擊退咗獸群。豹老大重新審視住何臣熙，好似發現咗乜嘢新大陸一樣，而比嚇到花容失色，靜靜瞓喺何臣熙懷抱入邊嘅顧小蠻更加係覺得詫異同埋後怕。首先有幾乎象徵絕對防禦嘅青輝玉璧，輕易就俾豹老大佢哋打碎咗。然後喺被擊碎嘅一瞬間，豹老大嘅豹爪襲擊而嚟，自己離死亡只係一線之差咋。再後嚟，自己幾乎已經覺得死緊嗰陣，呢個睇起身修為平平嘅人，點解可以喺一瞬間將自己喺死亡嘅邊緣拉翻嚟，甚至仲可以擊退獸群同埋豹老大嘅？呢一系列嘅疑問嚟得實在太突然啦，以導致佢到而家都仲未發覺佢仲瞓喺何臣熙嘅懷抱當中呢。喂，大小姐，你仲要瞓到咩時候啊？顧小蠻佢嘅俏面一紅，好似閃電咁樣就從何臣熙嘅懷抱當中分離開嚟。何臣熙對住顧小蠻不屑咁樣問佢：唉，唔係你哋話哈迪斯大人嘅青輝玉璧可以抵擋住葉凡大帝嘅攻擊咩？點解人哋喊兩聲就可以震碎噶？我點知啊？當年真係擋咗佢一擊噶嘛？呢個時候顧小蠻終於都醒神啦，佢諗到頭先係瞓喺何臣熙嘅懷抱入邊嗰份溫暖同埋安全感，仍然令佢心跳加速啊！就喺呢個時候，豹老大蛇呢咁樣望實顧小蠻，佢就話啦：呢件青輝玉璧當年擋下咗葉凡嘅嗰一擊，本嚟就已經係要報廢噶啦，冇諗到哈迪斯竟然仲咁攞嚟俾你，等你嚟行攝我嘅流光星雲環。不過既然你咁嚟啦，就咪怪我哋兄弟幾個唔客氣啦。講完之後，豹老大又化身豹形，暴喝一聲，殺氣騰騰啊！喂，流光星雲環又係咩嚟噶？係猶豫咗一下之後，顧小蠻從心口揞咗一支小巧玲瓏、閃閃生輝嘅寶塔出嚟。大哥，流光星雲環果然係呢個死妹釘偷嘅。烏鴉行咗前去，佢陰森嘅目光狠狠咁樣掘咗顧小蠻一眼。顧小蠻嗱嗱聲將個小塔收翻埋。何臣熙差啲俾佢激到嘔血啊！吓！你哋爭嚟爭去就為咗呢個爛鬼塔仔啊！哼，你知道啲咩啊？呢個塔仔雖然睇落小巧玲瓏，但係用佢修煉，唔單止可以摒棄心魔、凝神靜氣、固本修元，更可以靠佢連接星空、吐納陰陽。修煉之途一日千里，我哋兄妹三人可以有今日，呢個寶貝功不可沒噶。大哥，唔使同佢哋講廢話嘅，直接撕碎佢哋，奪回寶塔。講講下，烏鴉就開始幻化獸身，用地力煽起狂風。豹老大粒聲都唔出，配合住烏鴉嘅攻擊，一掌拍埋嚟。眼睇住豹老大夾搭住風涼嘅一掌，何臣熙唔夠膽夾硬接啊！佢只能夠翻身躲避，但係都仲係俾豹老大掌起嘅餘勢波及到啊！最終都仲係向後倒飛而出。而蛇尾人睇住眾人已經纏鬥埋一齊，
於是佢就靜雞雞朝住顧小曼移動咗過去，而顧小曼仲喺度睇何晨曦同眾人嘅纏鬥。忽然間，佢嘅餘光見到蛇美人慢慢咁樣向自己行埋嚟，佢唔敢怠慢，嗱嗱聲就攞咗一把精緻嘅匕首出嚟，準備隨時對抗蛇美人嘅攻擊。靚仔，雖然知道你啱先係點樣硬食我一嘢而安然無恙嘅，但係睇你而家嘅修為都不過如此啫。炮老大因為頭先見到何晨曦硬接咗自己嘅一次攻擊，以為何晨曦係一位隱世高手，只不過佢係唔想焫起火頭，所以先至一直默默隱藏住自己嘅實力。但係而家睇上去，佢嘅功夫好似有啲三腳貓喎，喺佢嘅眼入邊破綻百出啊！瞄準咗一個破綻之後，炮老大嘅鐵爪猛然一揮，何晨曦抵擋唔切啊！竟然直不甩咁樣俾擊飛咗出去。何晨曦感覺到喉嚨一甜，好似五臟六腑都要從喉嚨吞出嚟咁樣，跟住佢就應聲倒地。佢嗱嗱聲運轉念力查探自己嘅傷勢，發現自己個心、肝、脾同時都受到咗極大嘅傷害，連肋骨都斷咗好幾條啊！顧小曼見到何晨曦俾人打低咗，佢一心急就叫咗起身。傻佬，快啲企起身啦！靚仔，到此為止啦！睇住瞓喺地下奄奄一息嘅何晨曦，炮老大眼入邊爆發出殘忍嘅光芒，面上邊露出咗猙獰嘅笑容。而何晨曦趁住炮老大停落嚟嘅嗰一剎那，終於都獲得片刻嘅喘息時間，佢嗱嗱聲就食咗一粒重生丸。佢感覺到頭先俾炮老大打壞咗個內臟，瞬間就已經恢復咗鮮活嘅生命力，然後喺炮老大驚訝嘅目光當中，慢慢咁樣企咗起身。佢咳咗幾聲，然後掠咗幾啖淤血，抬高頭對住炮老大同埋烏鴉講：想打低我，冇咁容易。炮老大聽完之後就梗係把幾火啦，暗啞底儲力，正準備發動下一次攻擊，但係邊個都冇注意到喺何晨曦手指上邊嘅儲物戒指當中，隱隱約約閃住一圈紅色嘅光芒。死靚仔，你嫌命長頂啦！似乎係自己同埋烏鴉聯手攻擊，居然連一個咁樣修為平平嘅人都打唔死，炮老大嘅心入邊肯定就唔忿氣呢。只見佢鐵爪儲力，下盤一穩，一雙鐵爪就朝住何晨曦嘅太陽穴揼過去啦。你話如果係普通人嘅話唔埋當場就會俾炮老大呢雙鐵爪揼到腦漿都爆埋出嚟，渣都冇得整啊！好啦，各位，何晨曦佢哋今次又係點樣渡過難關嘅呢？而喺佢嘅儲物戒指當中，又係乜嘢寶物閃住紅光呢？我哋留翻下次先講，記得訂閱同評論呢，多謝各位。